你等，好烦。那个，谢谢谢谢广，真少，我找到死，啊！
对啊，就是要让自己的体态好一点，因为健康非常重要。谢谢黄老师今天带我来健身，不客气，你是很棒的。不要这么说好吗？你是我就是对方的学生，也是目前第一位。那时候跟黄老师一起，可以领这种。可以啊，我们以后可以体验。那黄老师，你是啊，画一个。我带了一个爱心便当来。假的？那么突然，刚刚看剧本。不用手，我还要带筷子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筷子？你看，被暴露。我记录下来啊。哦。什么？可爱吧？还有图案哦。啊，确定是你自己做？真的是我自己做的啦，有证据，有证据，有一整支影片当真。对，我刚好还没吃晚餐。你都不会好奇这能不能吃？可以啊，我刚刚可以吃。一章鱼。对，它是一个很可爱的。它还有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我来吃。是啊。那是你做的，你跟外面卖的啊？真的，我有证据，就是我做的。不然你下来问，你可以问我那个做。我之后直接看你的。那不然你下来问，你可以问我那个做。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情感的。我其实蛮入戏。我也是。你还怎么样？这样很好，这样风也在。我要吃。哦，